踏入2026年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。喺展開新嘅開始之前，不如我哋例牌都回顧一下，係啱啱過咗嘅2025年，唔經唔覺已經結束營業嘅香港連鎖餐廳，當中有唔少更加係有幾十年歷史嘅老字號，曾經陪伴我哋走過香港嘅黃金歲月。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，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。如果你中意睇我哋嘅內容，又想支持一下我哋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。海皇粥店創立於1992年，主要賣廣東粥品、腸粉，號稱係香港首間連鎖粥店。海皇粥店喺高峰期曾經喺香港設有超過30間分店。粥店注重清潔衛生同埋食品安全，前線員工除咗使用法網之外，更加需要佩戴口罩手套。全部食物都係現場即叫即做，唔會用預製菜。不過當武漢肺炎爆發，打擊食肆生意，加上港人消費習慣改變，海皇粥店就逐漸走向下坡。去到2024年，海皇粥店就曾經短暫推出咗10蚊任食白粥、豆漿同埋油炸鬼、牛脷酥等炸物嘅創新放題，當時曾經引起一定嘅關注，但係網民嘅反應就負面居多。碳水放題俾到盡每樣食一款，血糖爆升放題，其中一個留言係即係好快又執笠，就一語成籤。去到2025年5月7號晚上，海皇國際有限公司向員工發出信件，只因經營環境同埋財務狀況惡化為由，決定海皇粥店該日起全線結業。而我以前就間唔中都會食下海皇粥店，佢真係算係門面乾淨、衛生 OK 嘅粥粉麵餐廳。裏面最中意食嘅應該就係油炸鬼同埋炸兩。海皇粥店而家都執埋，以後想食粥又少一個選擇啦。大班麵包西餅應該冇香港人係未聽過啦。而提起大班，就點都要一定連埋冰皮，因為大班嘅創辦人郭鴻鈞就係佢發明咗冰皮月餅出嚟噶啦。我哋依家年年過中秋都有冰皮月餅食，真係要多謝佢啊！大班麵包西餅成立於1984年，高峰時期有超過20間分店，由郭鴻鈞創辦。1989年大班首創冰皮月餅，從此就改變咗傳統月餅嘅歷史。人類嘅文明向前行咗一大步，而跟住其他餅店好似係美心西餅、聖安娜餅屋都爭相仿效。大班除咗月餅出色，佢賣廣告方面亦令唔少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。除咗搭地鐵一定會見到一幅一個字嘅廣告，佢喺2003年就贊助香港足球隊迎戰皇家馬德里嚟港作賽，跟住嗰年就再次贊助紅魔鬼曼聯到港。而喺1996年更加重金揾咗羅嘉良、黃之賢喺北極，你冇聽錯，佢哋當時真係去咗北極為大班冰皮月餅拍廣告。而去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，大班創辦人個仔郭勇維就喺 Facebook 發表言論支持抗爭，遭到中國官媒同埋電商抵制。中國官媒《人民日報》就話佢係支持亂港分子，令到淘寶、京東等等嘅中國網購平台迅速刪除大班產品嘅資訊。廣州好多間商戶都全線下架大班月餅嘅所有產品，大班月餅損失慘重。其後大股東郭氏家族喺2021年就將大班賣盤俾鴻和集團主席廖志強。廖氏接手之後表示要喺大班進行愛國愛港嘅經營理念。文匯報就話大班易主係活生生嘅例子，見證香港由治及興。但係喺廖志強接手之後，大班嘅業績就一落千丈。2025年起就有多間分店因為欠租而突然結業，終於去到2025年6月，大班宣布全線結業，超過120名員工被拖欠逾1600萬港元嘅薪金同埋解僱補償。一代經典黯然退出舞台。燉奶佬成立於1981年，係一間連鎖茶餐廳，初期係甜品鋪，但係做下發覺只係賣糖水唔夠生意額，幾年之後就轉型改做茶餐廳，同時提供茶餐廳食品同埋港式甜品。招牌甜品係燉奶。高峰時期港九新界曾經有超過24間分店，甚至賣過燉奶佬主理嘅零售包裝食品。燉奶佬嘅定位係平民餐廳，以價格平、性價比高做賣點，有飯有糖水，夾埋都係50幾蚊左右，仲想點？不過亦有好多網民話佢近年跌晒鑊，當年只係賣糖水嗰陣，薑汁撞奶係新鮮即刻撞，好好食。依家越做越難食，連最經典嘅燉奶都冇埋。
去到近年經營困難，燉奶佬嘅規模越縮越細。喺2024年底，天水圍分店執笠之後，就剩返美孚一間分店。去到2025年5月29日全線結業。我自己就冇食過燉奶佬，所以就唔作個人嘅評論啦。如果有食過嘅朋友，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下燉奶佬好唔好食啊！番滿門主打自創嘅番茄濃湯，強調屬於香港人嘅番茄味，配搭出多款辣度嘅番茄湯。佢嘅脆皮鹹豬手、炒滑蛋都備受食客喜愛。自2010年起喺大埔開業並發跡，一度喺多區開設分店。番滿門未必真係出名到個個都識，但係對於大埔人嚟講就係好熟悉、好有回憶嘅餐廳。記憶之中，佢大埔店啱啱開幕嘅時候，出面真係有好多人排緊隊等位，非常之誇張。我覺得佢嘅定位幾好，主打番茄，簡單直接，而佢嘅食物亦真係食得出好香濃嘅番茄味，而且價錢唔算貴，食物嘅份量亦好大份，所以當時大受大埔人嘅歡迎。另外仲有人係特登跨區走入大埔食佢㗎。我最中意食佢嘅番茄湯底螺螄粉，大碗番茄濃湯真係好滿足。佢嘅番茄焗飯都好好食，真係可以話食極都唔會厭。隨住武漢肺炎肆虐香港，番滿門都逃唔出佢嘅魔掌，分店慢慢執晒，最後番滿門宣布喺12月31日結束營業，話好開心能夠與大家分享美食，創造咗無數美好回憶。雖然都有部分嘅網民話佢後期嘅嘢食難食咗、貴咗，但有更多嘅留言係對佢嘅不捨，希望日後有機會再見啦。博多拉麵別天神喺2013年成立，創辦人曾經遠赴日本拜師。為咗紀念當年學師嘅天神拉麵，所以就將品牌個名改為別天神。店中嘅靈魂豬骨湯底就採用歐洲直送嘅豬骨熬製8個鐘而成，冇任何嘅味精同埋防腐劑，奶白色嘅湯頭鮮甜濃郁。別天神多年嚟嘅分店遍佈全港，深受香港人歡迎，但喺近年亦相繼停業。之前店家喺社交媒體宣布，因為人手、租金、牌照太多不安嘅因素困擾，最後一間位於太古嘅康山分店亦喺8月30日結業。從網上清一色正面嘅留言可以睇得出，別天神拉麵係有幾受香港人歡迎，有幾深入民心。而別天神除咗本業嘅拉麵整得出色，另外佢亦有為社會各種不公義嘅事件勇敢發聲。有網民就曾經叫佢唔好搞咁多嘢，專心做生意。喺度我就讀一讀當時佢嘅回應：冇人玩政治，起碼我冇興趣。喺你眼中係政治，喺我眼中係價值觀。我也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受教育的。咁以後冇得食別天神拉麵點算啊？唔使緊張，事關佢已經喺英國重新出發啦。依家去到倫敦5區嘅索頓就可以食返原汁原味嘅拉麵啦。大家有機會都支持下啦。而中式酒樓都逃唔過執笠嘅厄運。紅星海鮮酒家喺1989年創辦，以石頭魚同埋卡通造型點心等創意菜式打響名堂。其業務全盛時期喺中港兩地同埋日本曾擁有逾16間分店，而佢亦喺2025年嘅7月宣布旺角最後一間分店結業。呢個曾經帶領石頭魚、黃油蟹熱潮36年嘅飲食品牌就正式畫上句號。記得以前間唔中都會同親戚朋友喺紅星飲茶，佢啲卡通小動物造型嘅點心的確係成功，令我留下一點點嘅回憶。不過佢最出名嘅黃油蟹同埋石頭魚就冇幫襯過啦。有食過嘅朋友不妨留言講下正唔正啊？而除咗紅星開業35年，位於金鐘統一中心嘅名都酒樓亦喺9月結業。仲有開業逾40年，位於牛池灣彩雲商場，曾經有好多藝人明星光顧嘅彩龍皇宮大酒樓，亦喺10月結束營業。最後係有35年歷史，首創1年4季都可以打邊爐嘅老字號港式火鍋店春夏秋冬。佢喺1990年開業，就標榜營業時間去到清晨5點。而且係當時首間主打1年4季都可以打邊爐嘅火鍋專門店。佢喺太子起家，90年代喺長沙灣、北角、銅鑼灣先後設有分店。除咗供應多款火鍋湯底，佢嘅海鮮即點即湯、手切牛肉同埋手打丸都係人氣之選。而喺90年代初期，香港當時係仲未興打邊爐嘅文化，所以春夏秋冬火鍋喺當時絕對係劃時代創新嘅餐廳。同樣因為疫情衝擊，港人嘅消費模式改變同埋北上消費嘅趨勢，多家分店陸續結束營業，最後剩返太子總店，而該店亦喺5月31日關門熄燈。香港嘅大環境持續變差，
越嚟越多老字號品牌都頂唔住要執笠啦。但喺另一方面，嚟自中國大陸嘅紅色資本餐廳卻係瘋狂投資進駐香港，令到香港嘅城市面貌急速變化。眨眼間，我已經分唔出自己係身處深圳定係香港啦。希望大家都好好珍惜仲喺度堅持嘅香港本土餐廳，盡力去守住記憶中曾經美好嘅香港。以上執咗笠嘅連鎖餐廳，你最鍾意最掛住又係邊一間呢？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。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，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、民眾心理等嘅影片，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，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。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，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。